烈，Hong Kong kebakaran. 大火由低層一直燒到頂部，Wah. 成幅棚架都起火。 Taipo. Hong Kong kebakaran Taipo. 低層有唔少單位火燒到入屋。 Tadi jam 3, Taipo. 遠到去馬鞍山同埋吐露港公路離遠都睇到。Wis. 消防處下晝2點51分接到火警報告，最先起火嘅係黃昌閣，火警 Jam 2.51, jam 3-an lah. 屋苑有8座受到波及，期間有 Lagi perbaikan gedung ini kata itu. Kebakar. 並且不斷收到居民被困嘅求助。消防處下晝3點02分將火警升為3級。 Jam 3 lewat. Wah, jam 3 lewat membara. 3點34分再升為 Setengah 4, urung selesai. 生活撲救。有居民被救出嘅時候已經昏迷，救護員不斷幫佢做心外壓。傷者裏邊有人情況危殆。 Korban nih. Masakan mbah-mbah. 另外消息話，一個消防員救援期間由高處跌咗落嚟， Ya Allah. Aduh ya 送到沙 Allah. 田威爾斯醫院搶救。消防處處長楊恩健趕到醫院了解情況，處方證實一個消防人員喺火警裏邊殉職。 Kebakaran. 起火嘅宏福苑係屬於房委會居屋，上世紀80年代初入伙，近年進行大維修，包括係外牆批盪噴漿同埋鋪紙皮石，接近完工階段。唔少人求助話聯絡唔到屋企人。我落樓嗰陣就見到臨窗嗰度地下外牆嗰個呢啲網咧已經着咗，燒得好犀利㗎啦已經，同埋咧有好多嗰啲火屎咁樣咧周圍飛，咁佢一飛落嚟咧彈到去嗰個垃圾站，垃圾站咪着埋火，跟住佢到即係總之佢嗰啲火一彈到邊度咧就邊度着着，然之後跟住咧佢就彈到去個隔離床同埋我嗰座雲泰外牆嗰度全部着火，冇警鐘乜嘢都冇嘅，係未擺咗真係好響嘅砰聲咯，嗰啲我唔知係咩聲嚟㗎。而家我太太做喺裏面啦，我揾佢唔到啊！我原先叫佢落樓走嘅，但係當佢落到地下嘅時候咧，啲火已經燒到我嗰座大廈個大門，已經出唔到去啦。咁我諗住叫佢翻上去上面嘅，咁但係跟住佢話佢入唔到屋啦。而家我打電話俾佢，佢已經唔聽我電話啦。朋友話我知喎，火燒，咁我咪即刻翻嚟咯。我依家都仲未揾到喎。問題佢知唔知道落嚟？因為佢係成日瞓覺，梗係緊張㗎啦。呢啲一定㗎啦，我就入唔到去。垃圾房同第6座起火，好犀利，燒到通頂啊！燒到冚冚聲咯，啲火好嚴重咯，燒到根本都救唔到，消防車都嚟咗，救唔到。咁火警發生期間，警方不斷將封鎖線擴大，由最初喺宏福苑嘅公園仔，咁最終咧係褪到去外街新處嘅廣福村廣友樓對出嘅平台。無線電視記者陳嘉報道。宏福苑嘅火勢入黑之後仍然未受控，而且有越燒越烈嘅跡象，不斷有火舌由火場跌落地，而且不時傳出爆炸聲。消防處喺晏晝6點22分將火警升為5級。警方已經設立熱線，俾市民查詢火警死傷者嘅資料，電話號碼係1878999。殉職嘅係一個37歲消防員，入職